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咱着唱乌老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无有的羊群。咱做伙来唱诗歌乌老上帝，做伙来唱诗歌圣诗第198首，咱乌老称呼至大上帝。 请大家站起来吟。乌老称呼这大上帝，你名流传万世，你将伊眼光摆设的天，真正伟大。 主啊，阮知影你的名至尊至大，阮要开喙开声来学罗你。主啊，嘛求你，互阮用四道圣经安尼来祈祷，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 日本着比亚多的人来受苦，顶是个死，埋葬罗英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是，我信是，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 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咱要三个来启用。启文第55篇，启文第55篇，我来启来引。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在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 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
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明仔载互人血落火炉。伊敢无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咱做额头来祈祷。亲爱全能的天父，阮阁一摆为你伫主你的圣殿，主啊，互阮谦卑伫你的面前，安静阮的心，求主透过今仔日要正道的神学生小文的喙来教示阮你所要教示阮要明白的道理。主啊，阮知影伫这2个月时间，阮的教会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这个疫情，互阮的教会实体的礼拜暂停了将近要2个月，一直到5月底，因为阮台湾这个疫情已经无遐严重，所以阮开始恢复了实体的礼拜。阮兄弟姊妹才会当伫主日做伙来到遮，做伙沟通，感谢上帝的允许。主啊，虽然目前阮台湾伫政府医疗人员甲真侪无名英雄的努力之下，阮已经有将近1个月已经无本土的病例，甲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台湾算是真安全的国家。但是目前伫世界中，真侪个所在，永远因为即个肺炎的关系，造成真侪个人无法度过正常的生活。主啊，阮知影阮台湾即个美丽的都市，嘛无可能永远封锁着阮的国家，外甲即个世界的其他的人民、其他的国家来接受。主啊，求主，你搁一摆原谅阮遮的误用科学温书，搁愚妄的人，互阮有搁较好的方法来对抗即个病毒，互阮的人，互阮的世界较早恢复着原本正常的生活，嘛互阮知影，原来阮人类是遮尔的微小，一个小小看袂到的病毒，嘛会当互阮的世界变甲遮尔的混乱。主啊，伫昨伫高雄市民用伊手中罢免的选票，来决定了因进前用选票所选出来市长未来的命运，是毋是搁要留伫高雄市？罢免的结果，互阮知影，嘛互心仔所有的政治人物知影，目前当权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会当明白，只有人民才是主人。人民会当用选票来决定你所有的权利，嘛会当用选票来决定你是毋是会当拥有这个权利。唯有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毋管高雄未来是安怎，身为台湾的一份子，我相信大家心拢甲因做伙，求主保守高雄嘛，保守咱的台湾。所以，阮知影伫教会中有人员有真侪的会友，目前有身体的病痛，无法度来到阮的中间，求主保守遮个兄弟，阮的心甲因做伙。主啊，阮的谦卑祈祷，拢上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困求。
主听阮祈祷，你我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咱今日要读的圣经的经节是记载伫诗篇的第8篇。因为大家即马手内底无圣经，所以我来读诗篇的第8篇。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极悬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以你对敌的缘故，对婴仔之甲正软的喙建立能力，搁要互对敌甲保阮的竞争。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念伊；人的主是啥物，你眷顾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搁赏赐伊荣光尊贵做免油。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伊的骹下，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天中的鸟、海里的鱼，甲既若经过海里的路的，拢下伫伊的骹下。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愿上帝照顾看顾伊顾照伊的话安尼行的人。所以咱要来请圣歌队来献诗，圣歌队要献诗的诗歌是《我的心学老上帝》。学老线，咱要请咱的神学生小文来讲道，伊咧讲道的题目是“人算啥物？你竟”。
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文是记载伫个圣经诗篇的第8篇。诗篇是圣经内底真特别的一个部分。咱拢知圣经内底所记载的，就是上帝的话嘛。但是真特别，当咱咧看诗篇的时阵，咱会发觉讲，诗篇其实记载的是咱人对上帝的祈祷，也真侪是诗人对因内心真深的反省，是因伫个家己安静的时阵，心内所发出的迄种上真实的声。但是诗篇并毋是诗人家己甲家己咧讲话，也是碎碎念迄种自言自语那定。上重要的是，诗人当伊伫默想的时阵，伊伫因的心内甲上帝相拄的经验。咱嘛会当看到，用诗人的祈祷所写的诗篇，会当分做真侪种类。咱通看到有懊恼的诗篇，有感谢的诗篇，有咒诅的诗篇，有哀伤的诗篇，也有认罪的诗篇等等。恁看，安尼敢有亲像咱的性命无？有亲像咱的生活无？咱有的时阵有懊恼的时，嘛有感谢的时，嘛会有迄种气噗噗的时，也有迄种哀伤啼哭的时，也有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当咱咧读诗篇的时阵，搁爱会记得有一项代志，就是诗篇伊是诗。当咱咧读的时阵，借着诗人伊用文字所画出来的图，来进入去诗人心境的迄个世界。所以咱必须着爱先入去诗人心境的世界，咱才有法度听到诗人伫个诗内底伊心内想要讲的话是啥物。卡主，你的厝内若有圣经，你会使甲伊掀开看。就是伫个经文的一开始，有诶伫个标题遐会写一段字，伊写大笔的诗交互乐官用家己的乐器。希伯来人的诗是爱配合着音乐的。这首诗嘛真有可能是甲敬拜有相关的诗。家己即个词咧，即马咱已经无法度考察讲伊到底是啥物物件。但是有真侪学者咧药，可能是乐器，嘛有可能是一种旋律。即个字的原文有酒榨的意思，酒榨是啥？酒榨就是咧放酒的所在。啊，即个字咧嘛会互用来讲做是解说做真欢喜，也是真兴奋的意思。对遮咱会使大概摇一下当知，咱今仔日所读的即篇诗篇的经文。应该是放伫个敬拜内底一个真欢喜的诗篇。接落来，咱就做伙来看第1节。第1节讲：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当我咧准备我的讲章的时阵，我甲我的同学咧讨论这段经文。我的同学甲我讲，这段经文是伊上接用来诗会的时阵宣调用的经文。头一节经文伫即篇诗篇内底，嘛亲像诗会的宣调。毋知影当咱伫咧礼拜的时阵，敢会认真详细听诗会宣调的时阵咧讲啥物？其实伫我还袂入去读神学院之前，我其实真少注意诗会咧宣调的时阵到底是咧讲啥物。但是我大概知影讲，应该是讲来啊，啥物，也是上帝是安怎的，咱着爱来敬拜上帝。这首诗的一开始，咱嘛会使甲伊当做是一个敬拜的宣调。敬拜宣调伫敬拜内底意义，就是将会众甲伊 call 来，甲大家讲，咱即摆要开始敬拜啊哦。咱即马逐礼拜咧听诗会的宣调，咱可能就是无遐尼有感受，因为凡说咱伫咧10点开始进前，咱早着坐伫椅仔顶咧等敬拜时间开始啊。所以宣调这个事对咱来讲，敢若毋免想伤多，嘛免思考伤多，咱着拢知影会经文的意思啊。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文头一句，就是讲耶和华，阮的主啊，是啊，耶和华是阮的主啊，无啥问题。伊的名，伊的荣光是天顶地下，嘛拢无人通比拼的。这咱拢知啊，其实已经熟到要烂去啊。
但是这是诗人会伫咧夜深人静的时阵，家己一个人伫咧伊的默想中讲出来的话，应该毋是无经过伊大脑的思考就讲出来的。所以可能当伊想起上帝的名耶和华的时阵，伊是毋是想起了上帝头一摆向摩西自我介绍的故事？当摩西伫咧旷野的时阵，上帝向伊显现，爱伊带领以色列人来脱离埃及法老的控制的时，上帝就是安尼自我介绍的。伫旧约名是一个人的代表，也代表讲伊是啥物款的人，伊就会号做啥物名，嘛代表伊的名声，嘛代表伊的气力。耶和华是上帝的名，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咱拢真知，就是 I am who I am。当上帝找派摩西的时，伊先对伊讲：“我会甲你同在。”意思是讲我要甲你同在。刷倒来，伊佫讲我是自有拥有的，也会当讲做我是迄我会真做的。所以上帝就是迄位要甲摩西同在，也是迄位要找牵伊去的。伊会是迄位伊嘴所讲出来，嘛会安尼做的迄位上帝。但是伫即个老故事中的上帝，甲诗人敢有啥物关系吗？伊敢真正知影伊所学落的上帝的名是啥物意思吗？也是伊甲较早我的共款，就是一个自然、一个惯势、一个反应所讲出来的经文那尔吗？当咱继续读落去，咱就会当知影。刷落来，诗人伊阁安尼讲：你因为你对着个缘故，对婴仔甲食奶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着甲抱怨的人静静。咱拢知儿童甲婴仔是真软弱，阁真无气力的，敢若有大人会当互囡仔点点尔。其实要叫一个儿童，也是婴仔要互大人点点，其实是较困难的。甚至阁要互安尼无啥物才调、无家己无生存能力的婴仔，要互因会对着点点，这哪有可能？但是呢，因为上帝的感谢，会互软弱无气力的婴仔变甲有气力，甚至要互对着也是要来报冤仇的人点点。即摆软弱的对上帝得到气力，甚至阁较赢对着的即个画面，是毋是诗人伊咧，互伊想起上帝捌伫伊的生命中，伫咧伊患难的时，伊就亲像婴仔共款，无气力、无才调通反击的时，诗人是毋是嘛想起了伊可能以前捌去互追杀，亲像要互野外的狮拆食落腹，煞无人通救伊的迄种情景咧。但是诗人伊毋是干那想起伊悲惨的过去那尔，伊阁想起伊遮个软弱的时刻，上帝伊伫伊的成就建立能力，互遮个对着点点无法度真正伤害伊，无法度继续威胁伊。上帝的名转换了人的微细，变换了婴仔甲对着的顺序。想起遮个过去，诗人伊夜目望天，看见满天的星，伊敢若亲像看到迄位创造的主上帝，伊用伊的指头仔将一粒一粒幼细的星家放伫咧天顶。上帝毋是乌白抓一把，然后凊彩压出去的，伊是用伊的指头仔真幼工，将星一粒一粒放起哩。诗人迄时阵可能是伫一个真阔的旷野，伫遐咧默想，想起了过去上帝的看顾，亲像对天顶的星安尼幼工来照顾伊。所以当伊看见面头前上帝的创造的时阵，伊就对伊的心内发出真实的声，伊就对上帝讲：“我人是算啥物？上帝，你竟然思思念念。我算啥物？你竟然眷顾。”毋知影即句经文，人算啥物？你竟然眷顾即句话，敢是咱常常对上帝讲的吗？对我来讲，我毋是上帝的囝儿吗？
是安怎上帝你无爱帮助我？颠倒是我较常讲的话。特别是伫患难的时阵，伫咧像鞋仔无气力的时阵，无一定是对敌的面前，也有的时阵是伫生活的面前，伫现实的面前，伫不堪的过去的面前。会记得我伫咧甲我的先生要结婚之前，阮着做伙去做婚姻辅导。伫咧婚姻辅导的一开始，为着要帮助阮搁较了解阮家己，帮助阮搁较了解家己甲对方，所以阮着伫头一节课开始画家系图，因为迄会使帮助阮来了解家己甲对方原生家庭对阮所带来的影响。当我伫咧头一届做即件代志的时阵，我听我的先生咧分享，我感觉我的先生真正是活伫一个真健康的家庭。但是，当我开始咧整理我家己的原生家庭的时阵，我就开始将我家己的过去的境遇，甲我的先生做比较，所以我就开始埋怨上帝。因为我的爸爸甲我的妈妈伫咧我的国中的时阵，因就离婚啊。因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爸爸因为真爱啉烧酒，佮会起酒痟，然后伊就开始拍某拍囝，所以我的妈妈为着要保护我甲我的姐姐，所以因就决定要离婚。所以伫咧即段过程中，我的性格其实嘛受到真侪的影响。所以伫咧婚姻辅导了后，我就常常感觉，上帝真正是无公平呢。我嘛甲诗人共款，我嘛业目怨天，但是我对上帝发出的是埋怨的声。我对上帝讲：上帝啊，我毋是你的囝儿吗？是安怎你伫咧我亲像食你的鞋仔的时阵，互我拄着即款的代志，甚至佫影响我到今仔日。过去的影响到呾佫亲像狮对我咧嗷嗷吼，甚至也真有可能对我的未来婚姻有真大影响。其实我毋但对上帝真埋怨那定，我佫对上帝足生气的。会记迄天，我佫对上帝讲，我无爱家己去想象讲你会安怎回答我，你家己甲我讲，我要听着。就伫上帝面头前真任性咧甲伊冤家，也可能是对家己要进入婚姻之前真无信心，真惊因为家己性格顶悬会无好，造成婚姻的失败等等。迄时阵的我，真正无法度相信讲经文所写的、经文所讲的，上帝敢真正降落我，敢若比天使较低淡薄尔吗？伊敢正经有将威严甲尊贵，亲像皇冠共款戴伫我的头壳顶吗？也是，其实有的时阵，伊根本就无咧听我的祈祷，也是伊根本就袂记要照顾我。迄届辅导了后，我就家己一个人覕伫咧宿舍的祷告室内底咧祈祷，结果煞无小心，互我的室友看到，伊就紧入来甲我关心。然后我就目屎流目屎滴，甲伊讲，我即摆当咧甲上帝冤家，因为我想起了伊早对我真歹。所以我伫咧甲室友的开讲的过程中，我确实是有受到安慰，因为医生是提醒我讲，婚姻辅导是为着咧帮助咱互相了解对方，是要帮助阮伫咧冲突之前先互相了解。所以其实毋免因为安尼感觉家己无够好啦。而且，凡说未来生活习惯的摩擦，无一定佫比你原生家庭带来影响佫较侪。但是上帝安慰，毋若是到遮那定。迄礼拜有一位我无用过的青年来找我开讲，伊也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囡仔，而且伊也对安尼真正真自卑，伊真惊无朋友，但是伊发现，当伊咧不断咧讨好伊的朋友，所以就算是伊虽然甲伊的朋友做伙，伊也是无快乐。所以迄天下晡，我就听伊分享伊的心声，我也伊分享阮两个安尼有一点仔亲像的故事。伫迄天下晡，阮做伙伫咧上帝的团契内底，做伙得到安慰。伫即摆的经验内底，我发觉其实我不过是一个有空徛的器皿。一点仔就无完全搁软弱，但是上帝的疼，煞对我即个一点仔就不配，搁无完全的人的性命来彰显，甚至搁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
我也照着甲这位青年的对话中，不断发觉，其实家己的生命自细汉开始是安怎伫遮尔侪无共的经历中间来受到上帝的祝福。也伫咧这时阵，我才有法度我才通真实的讲出：上帝啊，我算啥物？你竟然思思念念。我算啥物？你竟然眷顾我。你阁互人比天才了啊较输，阁赏赐伊荣光尊贵做免流。虽然伫咧圣经咱看到伊的翻译是翻译做上帝互咱比天才较输淡薄，但是咱对原文来看，天才这个意思会当翻译做上帝正神明天才，也是甲人类有分别的灵。咱搁看这个诗篇到遮，伊所描写的画面，就亲像创世纪所讲的，上帝照着伊的形象做咱，搁将伊一切所创造的，拢赏赐予人类，搁交予咱来管理。伫头前，诗人不断用上帝的伟大来对比人的微细，所以伫这经文遮所讲的，应该是上帝予咱比伊家己搁较加淡薄若定。咱不过是上帝用土粉所做的，上帝煞疼咱到安尼，赏赐咱伊所做的一切，搁予咱比伊家己较加淡薄。但是咱人却常常袂记，咱无好好管理这个世界，有的时阵反倒转来会破坏这个世界，也破坏着人原生受创造的时阵，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就算咱犹原无好，但是上帝伊犹阁疼咱。伊赏赐伊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暂时卑微来到这个世界，搁照着死甲受苦来得到荣光甲尊贵，为着要将咱带转来到原本受创造的时，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伊来到咱的中间，伊嘛知影咱不过是土粉所做。伊顾念咱的软弱甲微细，伊够胆犹原伫咱的中间，就亲像伊的名以马内利，上帝甲咱伫地一样。伊诚做咱试探时的帮赞，甚至阁使用咱遮有空徛的器皿，要诚做咱身边的人的祝福，也流露出上帝的疼到因的性命。有一位真有名的犹太诗人，伊叫做里欧纳科恩。伊伫伊的赞美诗内底有一句诗句安尼讲：敲响每个还会响的钟，忘了你那完美的贡品。每一个生命都有裂缝，但也因为如此，光才会射进来。咱受到上帝所思思念念眷顾的兄弟姊妹啊！伫上帝面前，咱看见咱不过是土粉，也是一个充满着空徛的器皿。但是伊的名转换了咱的性命，转换了顺序。伊将荣光甲尊贵放伫咱的性命内底。伊对咱的眷顾，甚至愿意牺牲伊家己的性命。咱嘛会当学习伊的款式。照着咱的牺牲甲关怀身边的人，也是世间的万面。上帝的光也要安尼对咱的心上来流露出来。诗篇第8篇这首赞美诗，毋那是属于诗人的赞美诗若定。当咱亲像诗人共款，嘛举目望天，看见咱不过是土粉所做，却互上帝遮尔深、遮尔大的眷顾。佮参与伫上帝一切创造的管理的中间，当咱看到遮尔大的疼，也会当亲像诗人对上帝的认捌共款，咱拢对心内发出安尼的俄乐讲：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到全地，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阿门。蔡秀甲我讲，伊足紧张的，看会出来。
毋过我相信伊台语比咱大部输甲好一点仔吼。咱做来唱圣诗第123首，至尊上帝至仁爱，至仁爱。咱做徛起来吟圣诗第123首。至尊上帝至仁爱，照顾咱人好宽泰，天地万有伊创造，咱着信心来好塞，可惜咱人真黑暗。听他魔鬼行歹代，放纵私欲你天命，挑起偶像去跪拜，感谢上帝给怜悯，切给耶稣降落来。天出仁爱，互人信，但当尊罪受陷害，但着反悔心可主，通到天堂好所在，yêu khi满满拢照比，永远享受无怪。遐济，随便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恩赐的一个反应。你若是第一届来到阮教会中间，你若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请你就毋通勉强。眷顾甲恩典，阮恳求你帮助阮，会当互力量、有智慧，会当将阮的性命食做感恩的祭。
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咱要来报告，请咱看到咱的酒部的第3页，消息报告。咱知影咱台湾的疫情即摆已经好真济啊吼，所以伫咱的教会有一寡的事项嘛是甲即个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因做同步的调整啊吼。咱即摆教会实体的礼拜已经恢复吼，那主要咱的礼拜是伫咱的大礼拜堂啊，那但是因为虽然讲咱的台湾是相对来讲较安全，但是咱嘛是爱保护咱家己吼。有一个重点就是爱定定洗手吼啊，若伫室内吼，若是会当带喙烟就带喙烟爱甲咱边仔的人有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吼。咱即摆嘛是下晡咱的中执会会讨论一寡咱较细节的事项吼。若中执会有啥物新的公告的时，会甲大家再来叫公布吼。所以毋茫因为这有足侪事项吼，咱家己来看，我著摆一个读。毋茫讲伫即个时间，咱大家嘛是爱保护家己，毋好轻忽吼。互即个疫情搁起来的时阵，对咱的生活，对咱大家拢是真无好的吼。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咱4月、5月、6月寿星吼，咱可能暂时就无举办迄个庆生会。那大家看你的名不伫顶悬的，你今日你即3个月生日无伫顶悬的，请再甲咱的干事来欢迎。第4项是咱妇女团契伫6月13日早起10点到12点，伫咱的主堂有一个月例会，要请修峰执事吼来分享。伊要分享的是爱的分享，非洲唯一的基督国家伊索比亚。结束了要伫花神的餐厅来聚餐吼，毋茫大家让报名来参加。另外就是少年团契吼，少年团契伫6月18要伫猫空有一个踏青的一日游吼。大家可能厝里拢闷翕足久啊吼，大家拢无做伙出去佚佗吼。伫即个6月18早起10点伫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门口来集合吼，是免费用的，请咱大家会友做伙来参加。另外，请伫6月15进前伫个公布栏来登记。另外会记载你的悠游卡吼，伫身躯。刷来公道的事项，请牧师。各位好，这平安。好啦，世勇长老，你讲对了。昨高雄大代志吼，我伫脸书就要甲高雄人牵一个关系，我就讲我嘛高雄人吼，阮爸爸岐山，我妈妈是盐田埔呢吼。下面就有一个网友甲我讲，那你怎么那你的台语怎么会这样呢？唉，气死你！后来。咱一个新朋友名单吼，郭仁吉、吴阿环吼，就是咱的秀文实学生的公公婆婆啦，好来，请咱，还有你的，还有秀文的先生也在哈，有没有麦克风？那个牧师平安，各位会友平安。那我们是秀文的家人，今天来听他讲道，这样谢谢。你自己介绍一下。嘿嘿。我叫郭正尧，对，正方形的正，尧舜的尧。那我是秀文的先生，这样。对，谢谢。好，欢迎哈，欢迎。那个秀文这个伊的台语不只是袂歹啦哈，伊今日嘛讲得袂歹对。好。其实吼，咱虽然咱的寿星4、5、6月吼，咱无庆祝吼，其实有啦。咱今日有准备吼小蛋糕，等者咱的寿星吼，
离开时都有小蛋糕可以带走吼，啊，咱其他无，敢若寿星有鸟吼，莫学袂共摕去哦。啊，所以咱看到咱的4月、5月、6月寿星拢伫咱的店面吼。啊，那你老公我明明就是寿星啊，开无，就跟我们的那个办公室主任甲讲一下吼。我也在里面呢。哦，4月嘛吼 ，OK， 吼，好。啊，另外，学校已经有报告啊吼，妇女团体后礼拜拜六中昼因的聚会了吼，要伫花神餐厅参叙。咱知影花神那一间无？就演过迄个 Burger King 迄间啦吼。汉堡王一间哈，所以今天截止哦哈，6月7号，今天截止啊！伫咱布告栏顶面吼，请咱兄弟若有闲的，拢会当来签吼。咱早时就会来听咱修风执事的分享哈。好，咱有其他的新朋友无介绍到无？那还有可能咱有侪兄弟也阁唔知影。咱已经实体礼拜开始啊吼，所以来互相通知啊，关心一下吼。好，咱要同心来祈祷。无论你出声无出声拢无要紧，咱等一下，我会做一个结束。即成个杯，阮欢喜感谢，阮已经经过2个月。无法度亲身出去做伙做礼拜，即摆阮会当看到阮的兄弟，会当甲阮兄弟有水的团契来到你面头前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福气！求你有缘保守种种原因无法度甲阮做伙的兄弟，无论是身体欠安、心情无平安，也是其他工课。做兵读册的关系，无法度甲阮3甲14个兄弟，求你有缘大的稳定甲开达甲因伫地，保守因无论出入，拢伫你的稳定下面。伫即个时阵，特别为着高雄，也是其他所在的人来祈祷，有大的。变化求你的稳定甲快乐，有缘甲阮一个倒数顶面的百姓三国做伙，有个人欢喜，有个人伤心，毋过拢知这是阮是共款的生命的共同体，阮要结灵做伙好好活出照起工来活出一个水的生命，尤其是即个倒数顶面的基督徒，要成做水的模样，要清新大仙，对你得到快乐得到稳定，显明上帝国百姓水的生命的款式。尤其阿爸爸。即摆已经伫即个武汉肺炎到上尾的时阵，有缘保守阮这人的身体、心理的状况，互阮无惊吓，有对天来平安。早一日会当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的款式。阮的四周围的人，若有软正的。若有无平安的阿爸爸，互阮会当较侪耐心、疼心三斗阵来陪伴。这拢是你一切拢是你的带领甲阮三甲斗阵，帮助互阮，无论是阮欢喜的境遇，也是无舒适的环境，拢互阮有法度有学习，拢互阮的生命会当搁较鲜色搁较。水圆满你所欢喜的款。若是阮无做好的所在，阿爸爸，有缘伫你的厅内面，阮通有
有改变，有长大，所以阮真正无惊吓，在你拢甲阮伫地。伫遮，阮同心祈祷，是奉主要所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唱落尾诗伫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请人起立。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见着主唔通忘你，就地快乐，永远通得主快。第二则咱较紧来。地主的人有幸让同心来领受对天天来的福气。恁虽然是卑微，甲这个宇宙来比较，是毋食物，啊，毋过着知，创造恁的耶和华上帝，看恁最大，珍惜恁是伊水的创造。伫即个世上，着无惊吓，放心活出上帝国百姓、上帝囝儿的水的性命。愿主要所记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世神的相通保守，充满安慰，要甲恁这人伫地，尤其是较紧身体欠安、心无平安的人伫地，要对即时到主个来。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袂倒，请咱兄弟拢毋通离开吼，咱关怀组有代志吼，毋通离开，请。